山妖贼，滚！老夫乃大清第一勇士，敢害老夫，我今天要把你们剁成肉酱！李欢，你敢骗老夫，我这就送你上西天！你是谁？康熙小儿啊！我就知道你要来暗算老夫。好啊，你忘了老夫救了你的爷爷吗？啊！我还替你们爱新觉罗家族打下了江山。好，砍刀！康熙小儿，今天老夫要跟你同归于尽！我杀！刘师傅，杀！看来鳌拜真的疯了。杀！情况不妙，撤！杀！杀！什么？鳌拜疯了？回太皇太后的话，昨天夜里鳌拜突然发了失心疯，杀了几个护卫和他的侍卫，还差一点杀了自己的姬妾。哼，这个鳌拜，疯的还真是时候。走，带朕瞧瞧去。孙儿告退。奴才告退。这好好的一个人，怎么说疯就疯了？你们是怎么伺候你们家老爷的？回皇上，老爷自从前环遇刺受了伤，就有些精神恍惚。昨儿召了太医院的蔡太医来瞧，说是没有大碍，休养几日便能好。可谁成想，昨日睡到半夜，老爷突然嚷着说心里燥热，在屋里大喊大叫，之后就失心疯了。皇上，明丽，你快看看，鳌拜患的是什么病？是。中堂大人，把手给我。皇上，中堂大人不是病，而是中了迷魂散之毒。迷魂散？司徒，奴才在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皇上，这鳌拜的日常起居和饮食，都是由他们鳌拜府的人自行照料的。奴才严格按照皇上的吩咐，从来都不插手。所以这鳌拜什么时候中了迷魂散，这奴才完全不知道。李太医，这鳌拜的迷魂散之毒有解吗？恕臣无能，解不了此毒。哎，皇上，小心啊！万一有诈。无妨。中堂大人不仅心神俱失，还元气大伤，已无伤人之力。鳌拜，你可还认得朕？
鳌拜，这是朕赏你的点心，吃吧。点心。对啊，你不是说你饿了吗？这是朕特意从御膳房里给你带的，快吃吧。好。大胆！那不好吃，不好吃！我要吃好吃的点心。你觉得？你这道城门，本王一定要钻过去！勇士们，跟着本王，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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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胜利啦！我们占领城门啦！皇上，看来中堂大人真的疯了。鳌拜曾经权倾天下，连朕都要忌惮3分。纵然被朕打入了天牢，他也是桀骜不驯。如今连那胯下之辱都能忍，看来他是真的疯了。索图，奴才在。把鳌拜的家眷全部都送到刑部，一个一个审，必须给朕查出这下毒之人。这。李太医，为什么不把鳌拜一下子解决了？这样不比把他毒疯了好，一了百了。不是我2次想要去暗杀他，都没能得手。不是你，那还能是谁？难道会是索图？这件事情太过蹊跷，以后行事千万要小心，万不可声张。你们就先退下吧。这是。鳌拜居然中了迷魂散之毒，可查出是谁下的毒？此事已经交给索图去查办了。皇上，哀家知道你极为憎恨鳌拜，未免心太急了些。哦，皇祖母，鳌拜中毒，并非是孙儿下的旨。不是你，那又是谁呢？索图不是奉旨守卫吗？怎么还会让人得手？孙儿也觉得此事很蹊跷，会不会是鳌拜当初在侍卫中就埋伏了奸细，现在看鳌拜失了势，就不想再受他的挟持，所以就把鳌拜给毒疯了。鳌拜这一疯啊，他手上的情报线可就无处可查了。曾儿，你虽然除了鳌拜，从此大权在握，但你身上的担子实在太重了，不可掉以轻心呢。皇祖母，请放心，孙儿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
鳌拜已封，所以咱们和联盟暂时都已经安全了。所以，我们没有必要继续追杀鳌拜，否则反而会引起别人的注意，让康熙怀疑。六师傅说的是，只是鳌拜已封，我们查找内奸的线索又断了。究竟会是谁下的毒呢？鳌拜被一大堆家眷仆从环绕着，外头又有重兵把守，这个人居然还能有下毒的机会。刑部已经调查好几天了，都没有调查出来鳌拜是怎么中的毒。难道真如李公公所言，是索额图下的毒？因为除了他也没有别人了。如果真的是索额图下的毒，那刑部再怎么查也是不会有结果的。可是索额图为什么要毒封鳌拜呢？你别忘了，索额图是索尼的儿子，当年索尼和鳌拜同为顾命大臣，二人争权夺利10几年，仇怨极深。但索额图是一个官场老滑头，谨小慎微。他虽然很想除掉鳌拜，但他毕竟身负坚守鳌拜的职责，应该不会为了一己私利而擅自毒害鳌拜。索额图会不会是奉旨下毒呢？龙小弟啊，可是龙小弟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候毒封鳌拜呢？我也不清楚。也许康熙是想告诉天下人，鳌拜这棵大树已经完全倒下了，逼着他的手下另寻出路，这样康熙就有可能接手鳌拜执掌的情报网络了。这个不太可能，康熙城府极深，既然忍气吞声跟鳌拜谈判了，应该不会这么快就改变主意出尔反尔。在这些大事上，还是大师兄分析的透彻。你们说毒封鳌拜的人，会不会跟调包铜匣的人是一个人？有这个可能，而且这2件事不一定是一个人，有可能是一伙人。不知这伙人是什么来路，不仅对康熙和鳌拜了如指掌，也熟悉我们的状况，甚至还能自由出入这大内深宫和重兵把守的鳌拜府邸。也不知这伙人是敌是友，是友为何不与我们联手？是敌又为何不向康熙举报我们呢？